81歲嘅譚太要照顧86歲嘅丈夫，感到有啲吃力。佢丈夫最近證實有輕微腦退化，又曾經中風。自己要開門出嚟，有陣時開門出嚟又唔識落飯，我都唔夠力拱佢，有少少高啲就冇力拱上，拱佢兩寸，咁咪要使佢行一下先，冇辦法啦。其實社會福利署有日間護理中心可以暫託照顧長者，但係譚太同唔少長者都唔知道有呢個服務。85歲嘅田叔行路不便，對患癌同埋有糖尿病嘅妻子不離不棄。佢一次都冇去過長者日間中心，因為名額供不應求。冇叫過，因為我知道嗰個部門啊好難約，人要約好多，佢車好少，10個有9個約唔到。佢如果長期幫手就好啦，一個禮拜只幫咗一兩次冇用㗎，有時候約唔到，間歇性幫冇用㗎，因為老人嘅身體係一年比一年弱㗎嘛。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批評政府缺乏宣傳同埋名額，令到譚太同埋田叔等有需要人士未能用到服務。咁即使佢哋知道有呢啲服務呢，其實而家嗰個名額係好唔足夠嘅。咁已經好多人唔知道冇去申請，但係輪候個時間呢都已經去到11個月。咁個名額其實都要相應加翻，先至可以幫到啲長者居家安老咯。社署回覆指，去年日間護理中心有73間，而資助名額有3059個，但係平均輪候時間就要11個月，比2015年多2個月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。